感谢一安哦，芝麻美国各州的政府嘛出动国民兵设围篱来保护计票中心，警方嘛高度戒备，甚至出动枪手来做准备。美国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伫摇摆州推出的100万美金抽奖的活动哦，虽然外界质疑讲这是换一个方法来买票，也毋过宾州法官暂时裁定讲，这个活动会当搁继续办。 美国总统大选特别到啊，华府议案处进入高度戒备的状态，尤其白宫甲副总统的官邸，拢会当看到围篱才好势，阁有人员驻守。I think it's a great moment for our country and for the world. 费城算票仓库顶面即马是加装铁网，底特律亚特兰大部分选举办公室装防庆忌的玻璃。 威斯康辛州的选务人员已经接受多省的机卡训练，亚利桑那的官员研究安怎应用假信息。一位警长已经做好部门的安排，防止有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无人机甲暗击手也随时待命。I am concerned and hopeful that our country will accept whatever the outcome of this election is. In a peaceful and a unified manner. 川普和贺锦丽选情真紧张，任何举动都可能影响到结果。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针对关键州的选民，逐工100万美金抽奖的活动，真正互质疑讲有可能是买票的嫌疑。不过，测试宾州法官弗列塔格是裁定会当继续进行。Because some district attorney in Philadelphia wants to silence Elon Musk. For supporting Donald Trump. Let me be clear about one thing. No district attorney, no prosecutor, I don't care how powerful they are, can take away the First Amendment freedoms that are the bedrock of this nation. 马斯克的律师团表示，因是根据谁人会当正做上好的代言人来选得奖者，并不是随机抽的。在这进前支持川普的马斯克创设的组织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和民主党籍地区的检察官克雷斯纳认为会影响到全国选举，要求伊冻点。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